刚得，愿神扩张生命的良气。请总牧师。亲爱的姐，新年恭喜！虽然也未开始过年，但是拜祭就是咱的新春。在特别的时刻，咱应该有特别的祈祷。咱要去菜市啊，你拢会摕什么物件去买菜？你会外菜篮对吧？你会带一个保温袋，因为咱要去找咱所需要的物件。所听的姊妹，今仔日伫做礼拜时，你有带什么要来领受上帝予你新的一年的祝福呢？所听的姊妹，咱要带什么才当承受上帝甲咱有备的年菜？上帝甲咱有备新的一年，伫咱人生道路顶端所需要。今仔圣经讲，你用什么牛来牛予别人？你摕什么杯来啉？愿咱伫今仔日的圣经大大得到智慧，那么对上帝讲阿们。新年是咱一个真要紧的时刻，咱应该来到上帝面前，为着过一年献上咱的感谢。今仔圣经特别讲，我要用什么来就近摇化我的上帝？我要手捧救恩的杯。我要伫上帝的面前，用我的生命来敬拜伊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亲像代表讲，行我所写的愿。咱伫上帝的面前下愿，咱伫上帝的面前祈祷。主照安尼甲咱成就的事，咱应该毋通当作我得到的一切是理所当然。咱应该甲上帝讲。上帝，我真感谢你，这毋是我会堪得通领受，是听我的天父，你伫我及时会欠缺顶端来祝福我。所听的姊妹，伫咱的礼拜牧师私底下的祈祷，求上帝予咱新的一年无搁再有土亏。我知影伫旧年中间，咱有一寡欠缺，有人有拄着物质。这是人生中间常常会拄到的情景，但是咱伫今仔日，咱甲上帝祷讲，我要放下一切，努力向前。主啊，我不要守护着你向后看。咱爱为刘老师祈祷，咱嘛爱学习伊的祈祷。伊伫今年甲阿芬甲牧师讲，牧师，请你将我的名。对大道的名单顶悬，甲我摕起来。伊无爱阁诚做一个，敢若互人大道有感伤、有软弱、有土气。伊讲新的一年，我要向前行。我即摆放屎放了的好势，我即摆暗时咧困的好势，我即摆食的落去，我即摆行路已经慢慢恢复有气力。我要诚做一个。会常荣耀上帝的萝卜，阿妹嘛，咱的长老是遮尔有信心、勇气、努力，对两者的脚步中间，要倚靠上帝来向前行。所听的弟兄们，咱的人生中间，拢会掉达、会跌倒、会累积、会吐气。在亲爱的弟兄们，来到上帝面前，摒空咱的杯，甲上帝祷告。主啊，填满我的杯。今仔日的礼拜，就是咱得到的礼拜。愿天父上帝施恩祝福，因为圣经讲到生命的良气，就是生命的杯，有真多含义，是代表祝福丰盛。我相信咱上会记得的，就是4篇23篇讲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，啊来咧。阿们，这个好的话，咱拢爱啦。而且咱拢背起来，而且咱拢较无，咱甲上帝讲，互我生命的杯满出来，杯伫即个所在。所以大概咱若有往忙的时阵，读着什么种的圣经，上顶上，咱会当有一个动作，主啊，即个空虚的生命的内底，
求天父上帝你充充足足，长看关心，祝福我担着稳定的滋味，试看你稳定的滋味。这个信仰不是一个道理，这个信仰是一个温数，这个信仰是一个稳定，这个信仰是一个活命。主帮助咱，第一年头到年底，苦楚离开咱，土亏离开咱，咱个上帝讲：主啊，我要深深担着你稳定的滋味。敬听中长老、小庆长老、秋吉长老，恁的教会是真久长的侍奉的同工。愿天父上帝赏赐恁双倍祝福。其他所听的中级同工辛苦，恁为上帝所做，不是应该；对恁个人来讲是应该；对阮其他的人来讲，是因为恁献予上帝。牧师为恁祈祷，求上帝予恁的家庭、恁的生活、恁的人生减少土亏，减少感伤。上帝填满恁生命的杯，因为恁捌捧圣餐的杯。求天父上帝，予恁的生命的杯无空空。我若会通祝福恁，是因为我的主耶稣，予我有这种的机会，通为恁祈祷。所听的姊妹在座的中间，愿恁的生命是丰盛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对上帝讲：，予我的杯愈大杯。主啊，扩张我的生命的眼界，扩张我生命的心性。这个杯是代表人的心性，代表人的看度，代表人的态度，代表人的生命的灵。上帝个临到，长看关心会听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读有上帝的话，伫咱要领受上帝的话的信息。我要邀请咱用敬虔的心，搁一摆，咱同心来祈祷。活命的主，创造万物的上帝，阮伫你的圣殿住进，阮为着过去一年来感谢你，阮为着头前新的一年来恳求你，求你施恩赐福，互阮伫今仔日伫你的圣殿内，阮有悔改，阮有洁净阮家己生命的杯。阮要啉清气福音稳定的水，阮在地义通过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，阮要手捧清气的杯来承受主耶稣基督无瑕疵、完全稳定的福音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，愿这间教会是一间互人得到祝福的教会。主，这是阮心所愿，愿咱来恳求祈祷，我靠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今仔日的圣经，互咱什么种特别信仰的功课？所听的姊妹，愿咱静静来思考。通过牧师伫今仔日顶管讲道的时间对恁的分享，以及恁伫礼拜后不断定心安静默想，伫今仔日上帝所予你新的祝福是甚么？今仔日的圣经中间有讲到一个真特别的图片，感谢上帝，互我有这张相片。因为伫古伦神父伫台湾这种的讲座的内底啊，伫迄个研讨会中间都有翕到一张真代表性的相片，就是手捧救恩的杯。杯是代表一个真特别的意义的象征性，特别咱来读今仔日的诗篇116篇，以及路加第六章，这两节的中间拢讲到一个十足的深度，就是一个足的道，就是一个凉气，迄个是代表咱的生命。耶稣讲一粒种子也伫好土，迄个好土就是代表这种承受祝福道理，迄个态度甲心性。原来会通明白，这个图片对咱来讲是何等的重要。
咱会当回想真侪个礼拜中间，咱通对真侪个有属灵温素的讲员，因所留予咱真侪特别的感动的话。比如讲，要啉清气的水，就爱捧清气的杯来啉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因为今仔日咧讲起生命的良气，这个生命的良气，其实是三个福音书拢有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三本的福音书拢有讲到这段的圣经。这段话有两种的含义，一种就是因果关系，你若怎样，你就会怎样。真侪人听道理是要明白因果关系，避免颠倒，倒果为因。所以因果关系对真侪人来讲是一个生命中间的知识甲智慧。但今仔这段圣经咧讲起生命的良知，毋是干那讲起因果关系尔，更较要紧是咧讲起迄个生命的杯本身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这个礼拜，用伊的圣神讲互恁会通明白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修行来读另外一段就今仔这个圣经，伊讲我要捧起救恩的杯来救耶和华的命。基督徒最大的智慧，就是日日捧起救恩的杯，日日来领受上帝的恩惠，也就是耶稣所讲，日日背你的十字架来跟对我，会记吗？旧约的圣经讲，日日捧起你承受祝福的这块杯，耶稣基督讲，你就日日举十字架，这是一个无同款的描述。但是是同一款的生命的智慧。原来伫上帝的面前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我要捧起我生命的杯，特别伫今仔日。所以今麦你这个杯捧起来，你爱甲切落清气，因为人若无清气的心，就袂当听明白上帝的话。因为圣经讲：人非圣洁，不能见主面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感谢。也这句话是耶稣所讲，记载伫三个福音书，路加福音第38节，伊讲：你予人，恁就要得着；恁若予人，就要予恁。用什么？用足额的道，用一个真充充足足，伫你生命中间会通满足的。伊讲要用一个凉气倒落去，佮甲你饲好甜，饼甲互你满出来。这段圣经是耶稣所讲的。耶稣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种的意思？这咱不是单单在听故事、看武侠小说、看爱情的连续剧。耶稣所讲的话，对咱来讲是人生中间袂通欠，应该明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，咱静静问问咱心中的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你2000年前讲这句话，你是对我讲什么？原来伫主的面前，咱知影，这段圣经中间是咧讲起一个因果。你若怎样，你就会怎样。这段圣经应该得去看头前，佮得去看后壁。因为38节的头前讲，你唔通论断别人，免得恁受人论断。38节后壁41节到42节，伊讲到，恁咧批评别人，真好笑呢。因为你的目睭就有一支圆仔叉，一支足大支的伞啊，压在伫你的头前，你看袂到你家己的无知。但是人目睭、目屎哥走出来，目草刺，你拢看甲真清楚。这耶稣咧讲有头有尾，伫个中间咧讲起人的论断、人的固执，以及对到伫马太福音第6章咧讲起，当恁祈祷的事。恁来恳求恁的天父上帝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所以今仔日讲起你让予人，恁就要得到，迄个意思有伊的因果的关系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拄起咱家己的无知、固执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，伊互咱明白。上帝所要予咱的生命的祝福，所以今仔日的圣经，伊讲恁爱人怎样款待恁，恁就怎样款待别人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基本上足基本。初代教会所学习到犹太人因的伦理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在咱的生命中间，这个杯，这个量器，人人心中有一把尺。咱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让咱有新的态度、新的标准、新的人办。所以说，耶稣所讲的量器，到底是在讲啥？是一支笑吗？啊，是一个犹太人的律法一句话吗？耶稣讲的量器，其实就是生命本身。咱的生命是清气，咱讲的话就清气。咱的生命的清气，咱的良气也清气。咱所承受的稳定福音的滋味，就对了位，袂走精，袂臭酸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所以用因果关系来讲，咱就听到耶稣所讲，伫路加福音第6章第37节，以及41节、42节，以及伫马太福音第6章主祷文内底，伊所教咱，你若赦免人，恁就得到赦免；得到赦免愈侪的人，伊对上帝的回应甲伊的听也愈侪。愿主甲咱讲话。互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静静来问主啊，我是一个有度量的人，还是我是一个熬计较的人？主啊，我的杯是清气，或者我的杯是垃圾？主啊，我虽然信这个信仰，信这个道理，伫教会出去遮尔久，主啊，为什么我的生命不容易改变？伫人袂会。都只有圣神的帮助，人才会当看见家己的愚妄、对了、见效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今仔日这个良器，生命的良器，伊有更加重要的意涵，就是愿你的国临到，愿主的杯成做我的杯，愿主开阔我的心胸。亲像圣经亚比斯的祷告讲：主啊，求你开阔我的境界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第2个祈祷就是求天父上帝扩阔咱的眼界，扩阔咱的心胸，扩阔咱对上帝的关联的人物。愿主听咱的祈祷，伫今仔日第1个所听的姊妹。我要邀请咱大家，伫新的一年，恩主旁起你的祈祷。伫咱的教会这几年，牧师嘛常常鼓励咱，常常举手祈祷，常常出声祈祷。因为是咱变做真安静、真静默，但是应该安静的时静不落来，啊，无应该讲话的时阵，却是过头的沉默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互咱常常有动作，咱向上帝出声，咱向上帝举手。我要手捧救恩的杯的意思，就是仰望的意思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咱的杯无论是空，无论是满，当你仰望上帝的时阵，上帝要改变伫咱的杯中的混合。所以代表讲，所量互我的地，所填互我的混合。你会记得一段圣经吗？如果咱也较无，咱捧起咱生命的杯，原本这个杯，互这个世间的世俗，互这个世间的真多，这物质的看路，充满着咱的心，咱甲伊摒掉，咱甲主祷讲，主对今仔日开始，互我专心来听候，来承受，来听候，来领受上帝你甲我陪伴，天灵来的福分。求天父上帝填满在座所有兄弟姊妹咱的生命。一开始牧师的感触，为恁的祈祷，愿咱伫新的一年不再有感伤，好不好？愿上帝互恁的家庭嘛不再有感伤，愿上帝互咱的人生有上帝的弥补，上帝的祝福。上帝将这个苦杯变做甘杯，
上帝将苦泉变做甘泉。对顶礼拜咱的祈祷讲：主啊，我的性命要亲像一丛树，种伫溪边，就是地域常常持续伫上帝的真道甲上帝的关系。主帮助咱，上帝所要予咱的是开阔到咱无法度了解。迄个充足到尾啊，咱会有一个感恩，搁再感恩讲：主啊，够额！主啊，够额！主啊，够额！真少人的人生有一种遮尔快乐，但是今仔日的圣经，你若注意听、注意想，耶稣伫路加福音第6章38节以下，伊讲要倒互你，佮赐互贼，互伊满出来。愿天父上帝将这种超出所求所想、超出所求所想、无限量的上帝，咱毋是贪心的人，毋是。但是上帝所讲的活水泉，就是一个满意的，福杯满溢，就是满出来，活水江河满出来，是一个活的，永远伫咱的人生。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请会记得耶稣讲的作业的道，兄弟姊妹，小信的人得到小信的果子。原来伫主的面前，咱有充足的信，咱甲主讲。除了你以外，无别的上帝会通安尼将上帝国长阔关深。除了你以外，无有一个上帝会当将这种长阔关深的稳定，放伫我这个卑微寒慢的人的生命中间。愿天父上帝带咱读这个圣经，伊讲：恁若互人，就要互恁。这是一个流通的，愿天父上帝用这个杂族的神道，这是汉这个和本的翻译啦，顶管这个是台语的翻译，十足的真斗跟足额的斗，无同款的翻译，味道也不一样，意思就是无减斤两，充充足足，正确的，到底什么所在？到底恁的怀抱。留到恁的衫被，迄是台语的。今摆少年囡仔可能听衫被，衫被到底是真正衫的什么所在？我嘛分无啥会清楚呢。但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就是讲，倒在我的怀中，倒在我的心坎里面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就今仔日的生命，咱个继续读圣经，咱个继续读，咱就读到大笔第16篇中间第5节、第6节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业，是我所用得的。你甲我固守，用所量予我的地，是伫真水的所在。也这上帝所量予咱的人生，毋是这个世间所予咱的人生，是超出所求所想。所以是保罗讲，是目睭袂捌看，耳孔袂捌听，连想象嘛想象袂到。上帝为着伊听伊的人所备办的，你甲看对旧约头甲旧约尾、新约尾所讲的，拢是信息的上帝为着所量予咱的杯，量予咱的地。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毋是用贪心，是用正确的脚步，咱甲上帝讨讲：主啊，虽然我未看见，但是愿我承受你伫我生命中间所备办的祝福。所以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业。其实这个产业甲份业伫新约诗篇这个字是同字。我的份业就是上帝给我的产业。愿天父上帝，无论伊倒予咱的杯，无论伊量予咱的地，是在伫真水的所在，伫圣经旧约犹太人因所讲，就是迦南地，是一个应允的土地。是一个到代代世囝徛起的所在，主帮助咱。所以伫今仔日个礼拜第2牧师要邀请咱做伙祈祷，咱捧起咱手的杯，咱甲主祷讲：主啊，我的信无够，恁会记得这个祈祷吗？主啊，我的信心无够，求你帮助我，捧起我这个小小的杯、垃圾的杯、破起来的杯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。主啊，有这个笔痕，这个有垃圾的杯，
主耶稣，你的血就是新约。主耶稣，你的血就是新约。主耶稣，求你用你的血，给我洗清我的生命，给我成做新的人。现在咱敢有常常安尼为家己生命的更新祈祷？唔通袂记哩。主耶稣所享受所有的祝福，无一项比成做新创造的人更较宝贝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有顶头生的愿望，咱有新的眼光，咱看到迄个宝贝，较赢过看到这个世间的荣华。主帮助咱，所以兄弟姊妹，祈祷就是向上帝捧起救恩的杯的意思。祈祷就是向上帝捧起来，捧你生命的杯。无论你有感动要举手，无举手拢不要紧，只要你心内真正仰望你的上帝，仰望咱的上帝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今仔日圣经我要读一段历代志上卷第4章18节。这伫灵修的册中间是一句常常互人提出来做鼓励的经文。其中有一个旧约的人叫做亚比斯这个人。圣经记载讲，亚比斯就求叫以色列的上帝，深深仰望你祝福我，开阔我的境界，常常甲我伫地。阿们吗？所以啊，你只么背起来，常常甲我伫地，我要我的上帝，常常甲我伫地祝福我。你若无祝福我，我就无要放开你；你若无祝福我，我就无要离开你。愿天父上帝开阔咱的境界。我原本是一个自私的人，拍开心门。当我予人的时，我就有所得着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读有今仔这段圣经的话，阁有真正拍开心门的意愿。愿天父上帝开阔。圣经讲，主耶稣基督长跨关深的疼。当主耶稣将这种遮尔跨度的天堂的疼放伫咱的生命的中间，咱袂晓疼别人嘛，足奇怪。当咱有这种的疼改变咱的心思意念的时阵，咱的生命来要个足自私，这嘛足奇怪。主帮助咱不是打肿脸充胖子，咱是有主的疼来满足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这段圣经中间，换手为你家己的心祈祷。主啊，既然你拣我做你的奴仆，主啊，既然你拣我做你的信徒，主啊，你既然拣我做你的囝儿查某囝，主啊，改变我的心思意念。阿们嘛。咱常常伫礼拜中间，我甲恁分享，伫传统的教会中间咧讲起，迄个人的内心有一个人，伊的一个名词叫做心思意念，踮伫我内底有一个意念，踮伫我内底一个人，牧师嘛甲恁解说，这个字叫做 logismoi， 伫希腊语顶关，就是所有的思想，包括欲望，包括情绪，包括你的想法，兄弟姊妹，咱的心思意念。通过圣经的光照，咱的面就光啦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主的面前。上要紧，这个杯是天国的杯的记日。耶稣讲，上帝的国就踮伫恁的心内。咱若称耶和华做咱的上帝，咱若敬畏耶稣做咱的救主。咱的心就互伊的天堂，互伊的国度来建立。求天父上帝的神伫今仔日的礼拜，重新赎回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一步过一步，免烦恼，免着急。利用主啊，我的心无够，无需要要求遐尼大，我有困难。上帝将来无求超过咱的，会通做。上帝只有第一个要求，就是伸出你的手，放开你的坚持，互我牵你的手，互我带你行
踏出你生命中间的第一步。人生的改变第一步拢是上困难。中风了后要行路，你来看迄第一步有简单无？困难。但是愿咱无中风，也愿咱真正有主的手来看咱的手，主帮助咱。所以咱的生命爱清气，治水会通上耶和华的山，诗篇121篇。谁能进入耶和华的圣殿？就是手洁心清。所以爱的姊妹，什么人会当敬拜耶和华上帝？就是手清气、心清洁。因为上帝是清气的上帝，若无带着清气的心，无人会当行入伊真正的圣殿礼拜堂的门。自古以来，咱的信仰的前辈，伊所讲的灵修第一步就是清气的心、清气的手，才会当踏入礼拜堂的门。弟兄牧师，无论怎样，我若要来教会，我入来就入来。咱会当入来这间硬体建筑物，但是咱无一定看到这个硬体礼拜堂有一个圣洁的上帝。愿咱用敬畏的心，咱甲主讲。主啊，我来找你。咱心灵这个杯得到空阔，亚比斯咧讲的，求你扩展我的境界，就亲像保罗伊所认捌。伊讲，当一个人若认捌主耶稣基督，以及伊所教示的话，就长大成人，满满主耶稣基督的香味，主耶稣基督的形象，主耶稣基督的性情。主耶稣基督的意念，做基督徒最重要的就是甲耶稣同款，哪来哪亲像主耶稣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第二个祈祷，当咱捧起杯领受祝福的时，第二个祈祷是将咱家己本身这个生命，心中的一把尺，咱生命这个量器这个杯，咱捧互咱的上帝。主啊，求你扩阔我的生命。古早人一句话讲：“不为五斗米折腰。”不是干那为着假清用咧烦恼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人生，伫人生中有真侪代志比假清用搁较有价值。愿主帮助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手捧救恩的杯。兄弟姊妹，咱手捧救恩的杯，甲主讲，主你的查某囝来找你，主你的囝儿求你怜悯，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求你怜悯我。愿主祝福咱，愿主祝福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。新的一年，恩上加恩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求你怜悯我。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求你怜悯我。主，阮听到今仔日你所甲阮讲的话，阮手捧生命的杯，主求你让予阮，也赐给阮真侪澎湃的基督徒。将你生命稳定的杯，捧到这个世间天边海角各所在，主啊，赐肯阮，互阮手捧你救恩的杯，被砍跌，安尼祈祷，奉你的圣名，阿门。